玲玲，玲玲，充电，执行充电。不，不，玲玲儿，玲玲儿，玲玲儿，你要撑住，我家里的充电晶片已经不能给你用了。我爸、妈还有我舅舅也不在家，所以只要带你去仓库了，你一定要坚持住。城市重新开机，城市重新开机，城市重新开机。玲玲，你不要动，电量会越少的。没用的。不可能没用的。只要是人类设计的这个 NT-MOSFET 破管，一定可以逆的。我会找出破解办法的。这是眼泪。是。你为什么会流泪？家人死了会难过，难过就会流眼泪。你要是活得再久一点，就会明白什么是难过，还有开心。所以，我是你的家人吗？你当然是我的家人了，你是我的兄弟。其实，我一直觉得做人类挺窝囊的，又怕死，又怕痛，还有那么多破绽和限制，真的搞不懂当人类有什么好。不过今天我看到了和我长得一模一样的随玉和隋老师在一起，他们像你一样哭了，不过那不是悲伤的眼泪，他们很开心，那样挺好的，挺好的。如果你有机会再见到隋老师，麻烦你帮我对他说，对不起，以前让他担心了。玲玲啊，玲玲啊！为了得到他的信任，我安排自己以数学老师、化学老师的身份隐藏于玉贤高中，表面上是为隋寒光观察001的生活状况，实际上是为了保护 R1的资产。我这里有几组照片，希望在座的各位看一下。001在学校表现的生活状况是非常稳定的，而且他还结交到了许多相当要好的朋友，这说明他已经相当适应人类社会的生活了。所以，我建议公司出动大量的技术和设备去支持夏旭夫妇进行防御城市的。但是，夏旭和袁和琴
明知道隋寒光偷走了公司的基础资产，仍借由隋寒光在国外军事处获得金元，做出了001，还趁机让他用他们提供的馊代码做出了002。你们不仅违法使用了公司的基础资产，还可能导致公司陷入更危险的国家安全和军事泄密的风险。因此，我们决定驳回夏旭和袁和庆的申请，强制召回001这项公司的资产，抹去全部记忆，以备后续公司研发使用。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孩子，不是你说的什么资产，凭什么你一句话就来决定他的命运？他是个机器人，不是你儿子。他就是我儿子。郑经理，刚才你给大家展示的那些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？不久前。是不是在他知道自己是机器人之前拍的？是的。好，我想请大家看一段视频。不可能，饶了我吧！啊，不会这样的。我错了，不是这样的，这不可能。001在知道自己是机器人之前，看上去的确和善，而且也乐于和人类合作。但是，当他知道真相之后，或者说，当他知道自己是高人一等的超少年之后，显然产生了优越感，有可能会产生他的阶级意识，进而用这个意识鄙视人类，甚至霸凌人类。金先生，这一定是有什么误会，我儿子不是这样子。执行长，这个视频明显是经过人后期制作过的，画面里边的这个孩子才是经常欺负001以及他的朋友的人。当然，你们可以说这是一场误会，但是请回答我，你们有谁能一个一个的让全世界通过网络看过这段视频的人相信，视频中的这个机器人其实不会伤害人类？拦住他们，绝不能让他们跟外界联络。执行长，你听我解释。带着。是，郑经理。夏博士、袁博士。现在把001给我抓来。是。执行长。去自首吧。我知道你听到我说什么了。这结果是你想要的吗？不瞒你说，我希望我们在一起。还有玉玉，就我们3个人。可我又不希望看着他长大的父亲是一个没有肩膀承担责任的男人。好吧，这个榜样是我欠的。家里哪个房间有计算机？用我电脑吧。来，玉玉。是，开启。
我自己的父母自己去救。爸，长安给我发信息了。他在哪儿？他人在RE。你马上跟长安联系，让他跟你笔记本连线，我会把阿姨的资料都给他。爸爸，浩轩，怎么了？有事情找爸爸？爸爸，按道理来说，我应该先道歉，然后好好谈话。但是，我现在没这么多时间浪费了。哦不，没关系。你说吧，要爸爸帮你做什么？您能不能帮帮我的朋友啊？朋友？郭敬明同名小说改编，暑期最受期待电视剧《幻城》，乐视视频正在热播中。走到左边来，然后哇，安静，不讲话了。
来，手放好，手的位置，手的位置。哎，好走，来预备，小心点。明明啊，找着手机开机。真的有事吗？